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公布，今仔日增加2例境外传入的病例，分别为美国甲德国来入境。好消息是，今仔日嘛无来增加到本土病例，这嘛是连续4天无增加本土病例咯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895例，这国内的疫情进入到关键期，搁较无半个月就要休过年咯。大量的人潮路南就北安尼来耍动，大众运输的防疫措施嘛更加严格。指挥中心嘛来公布着上新的规范，这个高铁甲大铁禁止伫咧车顶食物件，但是啉茶水甲饲冷是来除外。海空运输甲公路的客运比照办理。这个过年期间，2月初8到16，高铁取消着自由座，大铁嘛来限制着客票的数目。啥物时阵要开始来实施咧？讲会赶紧来公告。